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每週交易點子，我係你嘅節目主持 Marvin。唔想錯過咁精彩嘅外匯同埋貴金屬資訊呢，記得撳翻個 subscribe 掣啦。我哋將會有好多唔同嘅資訊送翻俾大家嘅。事不宜遲，我哋先睇上一週嘅市場嘅動態先。上週美元對日元呢，受到中東局勢持續緊張推動原油價格上漲嘅影響，市場焦點集中喺能源價格嘅走勢。喺油價上升嘅帶動之下呢，市場對通脹再度升溫嘅憂慮呢係再度升高嘅。美國長期利率延續升勢，美元買入盤佔據住優勢。美元對日元全週維持住係強勢嘅，一度升到去163.98，係自1986年以來首度站喺163嘅區間並刷新年內嘅高點。上週影響住美元對日元嘅走勢呢，主要原因係有以下嘅幾點嘅。第一啦，就係中東局勢惡化帶動油價上漲啦，繼而推動美國利率同埋呢個避險美元買入盤嘅。第二點就係市場傳出日本央行對加快加息步伐抱持更具彈性嘅態度。第三點呢，就係市場重新調整對7月份嘅 FOMC 嘅進一步加息預期。呢一週市場最大嘅主題呢，仲係環繞住呢中東局勢升溫帶嚟嘅不確定性。原油價格上漲啦，加深市場對美國通脹再度升溫嘅憂慮，推動美國長期利率進一步走高。目前外匯市場呢，呈現明顯嘅利率行情。美元對日元上漲嘅主因呢，就唔係因為油價本身啦，而係油價上漲啦，帶動美國利率走高啦。使到美日嘅利率差呢進一步擴大，繼而呢係支撐住美元嘅。此外啦，日本高度依賴原油進口，原油上漲亦容易透過惡化嘅日本貿易收支形成嘅日元賣壓，繼而進一步推動日元係走弱。由於上一週呢係幾乎冇重要嘅美國數據公佈啦，美聯儲官員呢都進入呢個噤聲期啦。市場參與者呢嘅焦點呢幾乎呢集中喺中東局勢方面啦。因此，美國10年期國債孳息率呢係升去到4.71厘嘅，創下咗2025年1月以嚟呢約1年半嘅新高。30年期國債嘅孳息率呢亦都係去到5.18%，創2007年以嚟嘅新高。同時，德國10年期國債嘅孳息率亦都係升至3.2% 以上嘅，創2011年以嚟約15年嘅新高。全球利率同步走高，支撐咗美元嘅主要原因。美國 CPI、PPI 公佈之後呢，一度呢降去到約10% 嘅7月份 FOMC 嘅加息機率。喺油價上漲引發市場重新擔憂通脹升溫後啦，去到週末呢已經回升去到35% 啦。市場呢有更多聲音認為近期嘅通脹數據呢放緩緊縮呢係一個暫時嘅現象，亦成為呢支撐美元買入盤嘅重要因素嚟嘅。日本方面雖然呢片山財務大臣多次發表牽制日元貶值嘅談話，但係由於呢內容缺乏新意對市場呢係影響都有限。另一方面，市場傳出日本央行可能較市場預期嘅每半年加息一次更彈性咁調整加息嘅步伐。消息一度令美元對日元呢係回落嘅，但跌勢呢僅維持一個短暫嘅時間。現階段呢，市場對於美國貨幣政策嘅關注程度呢遠高於日本央行，海外投資者呢亦都持續逢低買入美元。呢啲都係支撐美元對日元嘅重要力量嚟嘅。
臨近週末啦，由於遭到咧攻擊目標由霍爾木茲海峽轉向紅海航行嘅原油郵輪，市場再度擔憂原油嘅供應。北海嘅 Brent 嘅原油價格啦係升至每桶$100以上。受呢個情況影響啦，美元對日元呢最高升到去呢163.98，逼近164嘅齊頭關口。並於接近全日高點附近呢係收市嘅。而雖然呢市場呢對官方干預啦仍保持高度嘅戒備，但市場開始關注呢係164甚至165呢啲咁嘅心理嘅關口。轉個鏡頭呢，我哋去一去睇翻貴金屬嘅狀況啦。上週金價呢呈現一個震盪偏強嘅走勢。週初啦，金價咧喺每安士$4000附近企穩嘅。隨住避險嘅需求回升啦，同埋美元漲勢嘅放緩啦，金價連續2個交易日咧係反彈嘅。21號啦，去到22號咧一度咧係升至$4130嘅上方，創下咧週內嘅高位。隨後啦，23號咧市場呢個風險偏好改善啦，部分資金流出避險嘅資產，金價出現明顯嘅回調，單日跌幅咧係接近2%嘅。24日咧就係則喺低位啦，獲得買入盤嘅支持啦，小幅度咧回升啦，並喺$4053附近咧係收市嘅。全週嚟講啦，現貨黃金主要喺3980去到4165美元呢個區間裏邊波動。週線呢錄得溫和嘅上漲嘅。市場焦點仍集中喺美國嘅利率前景啦、美元嘅走勢啦、全球經濟嘅不確定性上邊。整體嚟講呢，黃金呢維持高位整理嘅一個格局，避險需求呢仍為金價呢提供係一定嘅支撐嘅。接住落嚟睇翻外匯同埋貴金屬嘅持倉嘅變化啦。先喺外匯方面啦，外匯方面咧整體咧都係一個穩定嘅格局啊。變化得比較多咧，就我哋可以睇翻咧係呢個磅 yen GBP JPY 嘅。前週咧只係一個大概50對50嘅狀態啦。上週咧改變為咧買入盤咧就變咗係有80%嘅百分比啊。而貴金屬方面咧就整體咧係保持住變化唔大嘅。但係咧買入盤咧係見到都有少少褪咗啊。咁我哋睇翻XAU USD 黃金咧就5成9褪到落去4成半。而XAG USD 咧白銀方面咧就6成半去到5成4左右啊，都係褪咗少少嘅。外匯交投熱選方面啦，就係仍然首位啦，就係Dollar Yen啦，接近呢係去到有6成嘅。緊接其後呢，呢個就係澳紙對美元呢，只佔係大概11% 左右嘅啫。貴金屬方面啦，仍然係黃金啦，係佔絕大部分啦，有90%嘅倉位呢都係黃金嚟嘅。睇一睇黃金嘅支持同阻力位啦。支持位咧會喺3997啦，都非常之接近呢個心理關口啦。4000呢個位啦。阻力咧會喺呢個4178左右咧係會出現嘅。都係呢啲前高位啦。我哋本週嘅展望係點呢？我哋一齊睇睇。本週美元對日元嘅走勢咧，將聚焦3個主題嘅，就係 FOMC 嘅會議啦，同埋日本央行嘅議息會議啦，同埋中東嘅局勢嘅。其中咧最受關注咧就一定係 FOMC 嘅會議啦。市場普遍預期咧美聯儲咧維持政策利率不變。但係重點咧放喺主席咧Catherine Walsh 啦於會後啦嘅記者會係咪仍維持對通脹嘅警戒嘅態度呢？目前油價再度上漲，使市場重新擔憂通脹嘅壓力。若果
行長再度強調啦，係以物價穩定為首要目標啦，將有助於美國嘅利率維持高位。繼而呢就係支撐住美元嘅。另一方面呢，日本央行呢亦預料呢將維持呢個政策利率不變啦。市場焦點呢將轉向植田行長嘅會後嘅記者會。若行長呢係發言呢係偏向呢個鷹派啦，展現對進一步加息嘅積極態度呢，短線可能係帶動日元買盤。不過呢，要改變日美利率呢個息差嘅大趨勢呢，呢個力量呢就真係非常之有限啦。反之，若果呢係持續維持審慎嘅立場呢，美元對日元呢則有望再次挑戰新高嘅。此外，植田行長記者會結束之後啦，過去呢亦都係出現過日本當局嘅干預嘅案例嘅。因此呢，若果美元對日元呢快速上漲呢，仍然要留意啦係咪呢個官方嘅干預嘅一個風險。不過啦，目前嘅干預環境呢就並唔算理想。海外嘅投資者呢係仍持續呢增加呢個美元對日元嘅多頭嘅部位。而日本嘅散戶投資者呢，則喺高位啦累積住呢大量呢個美元對日元嘅沽空嘅倉位。因此呢，若果呢個時候啦日本呢當局進行干預呢，散戶嘅空頭獲利呢回補呢所帶嚟嘅美元買盤呢，反而可能抵消咗呢部分干預嘅效果。因此呢，官方干預嘅影響呢，可能真係相對有限嘅。反之啦，若果美元對日元呢明確突破咗呢個165嘅心理關口啦，散戶嘅空頭呢可能遭到呢個夾倉嘅情況，推動呢呢個匯價啦快速升向呢個165嘅後半區間。待市場嘅空頭部位呢充分出清之後呢，若果當局呢再實施呢個干預啦，效果呢就可能會比目前呢係更為顯著嘅。不過啦，若果要將美元對日元大幅壓回上次嘅低點155樓下呢，僅係日本單方面嘅干預呢，恐怕係非常之有限嘅。除咗美國配合嘅協同嘅行動之外啦，亦都需要遠大過前一次干預嘅資金規模。因此呢，目前能夠視為眾多可能嘅情景之一嘅啫。整體嚟講啦，本週嘅主線啦，仍然係圍繞住中東局勢啦、美元嘅利率啦。由於利率主導嘅美元對日元走勢格局啦，預料係將會係持續嘅。喺油價呢居高不下，美國利率呢仍處於高嘅情況嘅前提背景下邊呢，美元對日元仍有望呢喺警惕當局介入嘅同時呢，維持穩健嘅走勢嘅。今週關注嘅事件呢就比較多少少啦。我哋大家睇睇熒光幕嘅顯示啦。週二啦。方面呢就會有呢個澳洲央行嘅行長嘅講話啦。週三方面呢就係澳洲嘅 CPI 啦。亦都係重磅嘅行情嘅情況啦。關注事件呢就係呢個 FOMC 美國 FOMC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嘅決議啦。禮拜四方面啦，澳洲央行嘅副行長講話啦，英倫銀行嘅貨幣政策會議，美國嘅第二季度嘅 GDP 初值亦都會公布嘅。另外都有美國嘅6月 PCE 嘅平減指數公布。週五方面呢就會有日本嘅7月份東京都地區消費者物價指數，東京嘅 CPI。日本央行嘅貨幣政策會議嘅決定嘅會議呢，亦都係喺週五嗰度進行嘅。另外歐元區呢都有7月嘅 HICP， 即係消費者物價指數嘅初值嘅。今週嘅
相關嘅數據公佈啦嚇比較多，咁大家咧喺相關嘅時間呢，咁做足準備啦，留意住啦。咁我哋今日嘅分享去到呢一度，咁我哋下次同樣時間再見，拜拜。